还有5分钟了。哎，就这样啊，你这边到那边，然后回家慢慢做时，间太短了。慢慢做做不完了。就是这样子。回家有时间再做。你的，马上都盖等一下啊，它跑到这里来了。这个，还要整瓶。哎，我这个嘴的东西。而加那个扣，哎，要看一下加扣子。快点来看哦。先看，等下回家再继续做。扣子怎么还要拿一根绳子吗？扣子来，一人一个扣子，扣子，扣子，来，扣子，扣子，还有那个扣子谁没有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来来来，谢谢。来，谁扣子？扣子就一个，对啊，打开来就2个，1公斤啊。谁自己来拿哦，这里有限哦，后面的拿刚扣子。那个谁，哎，你做完后那个谁去划线去再教我哈。我还有1条的。